勤勞的人。今天上中文課的時候，陳老師教同學們作文，題目是一個勤勞的人。明德想了很久，也想不到可以寫誰。勤勞。回家後，明德問媽媽：媽媽，我要寫一個勤勞的人，你認識這樣的人嗎？媽媽一邊炒菜，一邊微笑着說：哥哥每天放學後都在看書、寫筆記，知道很多事，你去問他吧，他一定有答案。認識。於是明德問哥哥，哥哥放下手上的書本，輕輕拍着明德說：爸爸是速遞員，他常常到不同的地方送貨，認識很多人，你問他吧，他一定有答案。晚上8時，爸爸終於下班回家，明德就去問爸爸，爸爸放下背包，微笑着說：勤勞的人不怕辛苦，每天盡心盡力地付出。你想想看，誰有這種美德呢？速遞員。盡心盡力，付出，美德。明德這時才明白，他的家人都是勤勞的人啊。媽媽每天用心地照顧家人，從來都不放假。哥哥每日在學校專心上課，放學後又繼續學習。爸爸天天一早就上班，到不同地方送貨，直到晚上才回家。照顧。專心。明德對爸爸說：我明白了，我要向爸爸媽媽和哥哥學習，做一個勤勞的人，不怕辛苦，好好努力，過充實的生活。辛苦。充實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